近排睇到好多街坊鄰居收到預派信啦，呢個公屋大概呢個月就可以上樓啦。如果你有派到呢，可以先了解下家私連裝修嘅流程同埋設計、佈局同報價，咁樣就可以提前入住新屋啦。先嚟睇下呢套3到4人啱唔啱你心水？電視組合櫃隔離做曱甴隱藏門，視覺上延伸背景，門口鞋櫃錯落有致，實用唔花巧，邊角圓滑唔怕撞親小朋友。玻璃趟門間隔廳房，呢面收納連學習區串聯設計，好睇唔單調。對面地台，床外置櫃桶，方便執嘢，中間過渡。睇睇隔離大房，裏面都係企企理理，靠窗同樣地，台床多啲儲物隱藏雜物，到頂衣櫃連書台設計，整體有大氣。公屋裝修最忌家私各自等，維克家居全屋定製整合裝修師傅加設計師團隊，先平面規劃，再施工改造，設計到售後一手包辦，慳時慳力。